2026年7月5日，常年期第14主日，福音，我是良善心謙的。恭讀聖馬竇福音11章25節至30節。那時候，耶穌發言說：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稱謝你，因為你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，而啟示給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來喜歡這樣。我父將一切交給了我，除了父之外，沒有人認識子；除了子和子所願意啟示的人外，也沒有人認識父。凡勞苦和負重擔的，你們都到我面前來，我要使你們安息。你們背起我的軛，跟我學習吧，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，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。因為我的軛是柔和的，我的擔子是輕鬆的。上主的話。這段福音告訴我們，天主喜歡謙卑，像小孩子一樣信賴他的人，而不只是自以為很聰明的人。耶穌和天父是完全合一的，只有透過耶穌，我們才能真正認識天主。所有心裏辛苦、背着很多壓力的人，只要走近耶穌，跟他學習他的良善和謙卑，就能在他內找到真正的心靈安息和輕省。天主，你聖子謙卑至下，拯救了墮落的世界。你既解救你的子民脫離罪惡的奴役，求你也恩賜他們聖潔的喜樂和永恆的幸福。因你的聖子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，他和你及聖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們。凡勞苦和負重擔的，你們都到我面前來，我要使你們安息。你們背起我的軫，跟我學習吧，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，這樣你們必要找得你們靈魂的安息，因為我的知識是柔和的，我的擔子是輕鬆的。